来继续来看台湾佚佗物仔图书馆协会来举办佚佗物仔复活节，嘉宾将买店的二手的佚佗物仔摕来做闯关的游戏，嘛，互囡仔自细汉就知影爱做环保。 倒来市镇南国小有佚佗物复活节活动，除了各种趣味的游戏，嘛有手作课程的 DIY。我们小朋友非常喜欢手作，他有做了一个那个投石器的玩具。是玩具的部分可以让他熟悉，让他可以再利用的一个概念。透过佚佗物复活节活动，除了会当互囡仔伫快乐的过程当中学习，嘛会当传达环保概念。玩具不要随便的浪费，尤其塑胶玩具呢，它其实对我们地球的污染非常的严重，所以我们希望回收、整理之后，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分享到玩具的乐趣。除了回收二手的佚佗物再利用，嘛会当互囡仔伫游戏当中学到环保的好观念。